年虽然有 WHO 成员国身份的11个友邦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，冇得到法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澳洲、荷兰到欧盟代表比利时等国家的支持哦。也毋过这个提案嘛是无通过，咱台湾连续第8档无法度取得观察员的身份。咱今仔解破新闻，特别请吴昕来为咱分析咱台湾甲世界卫生大会过去的历史。是主播讲到台湾和世界卫生大会过去的历史，其实世界卫生组织伫1948年成立，一直到1972年，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进程，拢也是会员国。1970年，中国甲咱代替，咱就安尼失去甲世界卫生组织的交流，无法度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。到1997年，中国迄边爆发禽流感，咱去意识到讲，台湾去互全球防疫网络甲卫生体系排除在外。所以想要用无共名义，亲像讲中华民国，亲像讲台湾，亲像讲中华台北，重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，毋过结果拢是失败啊！也到2002年的时阵 ，SARS 疫情来爆发，因为呢台湾无伫咧世界卫生组织，所以无法度伫咧第一时间掌握资料。伫咧2003年的时阵啊 ，SARS。拖入来到咱台湾正做疫区上万来拄命的国家之一，也即阵互国际人物就讲，面对传染病，就爱全球做伙行动。虽然讲咱台湾是真拍拼争取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甲世界卫生大会，毋过中国迄边是想空想胖，大力甲咱阻挡，一直到2008年政党轮替，马英九来做总统。中国讲只要遵守一中原则，袂介入咱参与国际活动。也2009年时阵，马政府就用中华台北的名来做这个名义做观察员参与世界卫生大会。刷了8届，咱拢有去到会议，拢有徛起讲台发表演讲。毋过到2016年时阵，蔡英文来做总统，又搁在政党轮替，也世界卫生组织的态度。就有变化咯。伫咧2017年时阵，中国就掠咱唔承认九二共识做理由，阻挡咱参与国际会议。到当台湾已经连续8档无受到邀请，风拒绝用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。但咱的卫福部长就去互问讲，明年敢愿意用中华台北的名义来参与？伊讲台湾就是台湾，国家的主权袂使拍折。虽然讲咱即马无法度进入会场，无法度直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。个咱台湾有关伫咧议场外口用种种形式参与讨论，为世界公共卫生尽心力，嘛有咱台湾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解破新闻，甲时间交通有主播。